真是，这么热的天，看着这些毛皮就烦心。后宫这些琐事也是大事，首饰衣料都要公平赏给各宫妃子，多了少了，好了坏了，都可能辜负了大王的美意。我叫你们来，也是让你们给我出出主意，看看如何赏赐才好。是大王和王后的赏赐，凭谁还敢争不成？哼，哪有那么简单啊！每一样东西分到嫔妃们手中，都是带着斤两的。后宫女人嫌极无聊，颠来颠去，就是在比较这分量。稍有差池，是非无穷。那王后说该怎样？先点点数目吧。素纱5匹。这素纱是由纤细如游丝的蚕丝织成，质地清透，如云如雾。可惜只有5匹，绫纹仅12匹。别看这绫纹不起眼，制作起来却很花功夫的。举纹锦24匹，皱纱16匹。王后，芈八子来了，让他进来。是。哎呀，最近几日，芈八子往王后这儿跑的可真勤呢。拜见王后。免礼。姐姐，这是在忙什么呢？夏至到了，大王赏了些东西给后宫众人。芈月妹妹素来聪明，你来的正好，刚好替王后分忧。大王还赏了些毛皮，我让人拿了些样子来，有狐皮、貂皮、狼皮、猞猁皮，数量不少。你们看是按人头分，还是按位分分好？就按人头分吧，省心省力。按位分好，免得乱了尊卑。依我看，数量多的就按人头分，数量少的就按位分排。那就照芈月的法子吧。哟，妹妹怎么了？这皮子味好重。芈月妹妹这身子可真金贵啊！王后在这忙活这么久，都没嫌味儿重，你这刚一来就受不住了。八子，你这是哪儿不舒服了？月妹妹，快坐下歇息。这几天热得厉害，别是中暑了，喝口水吧。不知怎么的，我就突然觉得恶心。珍珠，去太医院叫太医。是，天气这么热，是人都会觉得不舒服。太医，八子有事儿吗？当然有事。禀告王后，芈八子有喜了。你说芈月有了身孕？是的，王后。恭喜芈八子。恭喜八子。八子，这怎么了？痛，浑身剧痛入骨。姑母，这芈夫人昨日还好好的，怎么一日功夫就痛成这样？难道是得了什么古怪急症？怡儿别急，姑母倒是听说这世间真是有一种急症，染上之后如同承受百虫啃噬其骨，那滋味儿真是痛不欲生啊。那急症有药可治吗？有是有，就是那药珍贵，得来极其不易。太好了，既然有药，救人要紧，赶紧派人去找。我相信芈夫人一定会不惜代价酬劳咱们。不劳你们费事了。妹妹此话何意啊？你们心里清楚得很。你们先前从我这得不到的东西，是什么手段都得不到。哎呀，妹妹，你可真是误解了姐姐的一番好意了。我曾想到过，你们会对我做什么卑鄙龌龊的事情，无非就是用药下毒。妹妹息怒啊！
我们也是为了公子季和怡儿肚子里的王儿才出此下策的。眼下妹妹手里有没有那遗诏都无妨，只要妹妹肯写下这承诺，答应新君登基后，公子华为摄政，武王后生下王儿，便立他为太子，我们即可和好如初，两全其美呀！一个胎儿，男女。对不起，花公子。母亲，你别哭了。母亲不能不哭。她有大王的父爱，有嬴夫人那样睿智的姑母。身为嫡公主，出嫁为王后，孩儿可以继承大位。可如今，她还不如街市上一个普通妇人。这天下是男人的天下，男人争到了功业，女人则流尽了眼泪。姑姑，我不喜欢这样。可身为女子，又能怎样？我不知道，但我不愿意在这样一个四方天地里，由别人来摆布我的命运。奋击百万，沃野千里，蓄积饶多，地势行变。此所以天府，天下之雄国也。我家义后前来探望苏公子。在下苏秦参见义后。苏公子，快请起。可否进去说话？请。敢问义后，这是什么意思？苏公子是梦莹的救命恩人，请受梦莹一拜。义后不必如此，实在是折煞在下了。当日梦莹被困韩国，求守垢面，亏得公子不远千里传书相救。您身为秦公主、燕王后，沦落至韩国被人所禁，苏秦扶危救弱，义不容辞。国相子之害我母子，祸乱燕国。苏公子人人君子，使梦莹脱离大难，大恩大。小丫头竟然狐媚了大王的心。王后生了儿子多少天了？快2个月了吧。王后生了嫡子，大王去交房殿去了几次？听永巷的人说，也就4、5次吧。3次用膳，还有1次是路过那儿，顺便进去坐了坐。王后生了儿子，应该是大王的心头肉。眼下正是需要人怜爱的时候，大
大王若是乱了分寸，惹恼的不该是你。等着有些人心里长牙吧，用得着你我着急吗？我倒是希望大王对芈月再专宠一些，这样才合了我的心意呢。姐姐说的对呀，妹妹怎么没想到这一点呢？这香焚到现在才觉出好来，要有点耐心。八子，大公主，我来马厩多次，总巴望着能碰上你，可次次落空。今日大约日头打西边起的，你可终于露面了。这些日子我心里面正想着你，只是不得功夫去你宫里看你。算了吧，宫里人都知道父王对你宠爱有加，日日传旨要你侍寝，你心里哪还有我梦莹？别人说我也就罢了，反正他们都是与我不相干的人。若大公主你也如此说我，还让我怎么做人？好了好了，说来说去反倒是我的不是了。说到底，上次我帮了你，你还没谢我呢。大恩不言谢，大公主受芈月一拜。那我就受你这一拜。哎，怎么样？王亲赐小冉良机和这身盔甲，姐姐切不可阻拦。可你年纪还小呢。谁说的？我都和你差不多高了，我已经是男子汉了。沙场的确凶险，刀枪无眼，这么小的孩子交与臣带他从军，芈月是要慎重。臣妾庇护得了他一时，庇护不了他一世。他身为男儿身，当早日自立自强，建功立业。大王深谋远虑，请司马将军收下他。芈月，快快请起。好了，起来吧。芈月既然信任司马错，我定不辱使命。小公子，你这么小小的年纪就去从军，就真的不怕吗？有什么好怕的？我已经长大成人了，能够为姐姐和魁姑出头了。好，既然如此，就这么定了。2个月后，萧冉随司马错离开咸阳，你们为他准备行装吧。谢大王厚爱，谢司马将军照应。都是马字，这是赵国的马，魏国的马，这是我们秦国的马。真的，果然每个国家的马字都不一样。光这个马字，齐国公子一怒而诸侯惧，安居而天下息。臣怎敢与张子相比？大王，今日纵然杀了令公子，也不能夺回和氏璧，反而令秦赵失和。此人有勇有谋，人才难得。我想请大王赦免于他。既是母后的吩咐，寡人自当遵命。我已经到了这个年纪，还能见到如此人才，实在是不胜欣喜。秦国求贤若渴，令公子这样的人才，如若留在秦国，定会受到大王的重用。太后，臣亦粗陋之人，能得太后国士之誉，实是3生有幸。只是赵王提拔相如于韩魏之时，臣不敢有负赵王。臣奉赵王之命出使秦国，当全始全终。还请太后、大王赦我回赵国，当不胜感激。可惜啊，可惜！大王，你要好生礼遇令公子，
务必要令天下之士知道我秦国求财之心。是，儿臣遵旨。母后，那赵国使臣今日启程了。是。